镜头转来看国内，最近查到国内业者用进口的猪肉，有染到美国的猪肉煞无标示好清楚。食药署宣布，自即马开始要恢复所有进口的猪肉拢总爱查验，若是无老实标示的厂商，应该移送法办。新北市卫生局到餐饮业者店内稽查，阁查到7间业者猪肉原产地标示有问题，包括三顾茅庐、好事锅、甲郭台铭等业者，其中3间是完全无标示猪肉原料原产地，4间业者是猪肉原产地标示不实，拢予卫生局公告佮开罚，无标示会当处新台币3万至300万罚款，标示不实相当罚400万。那要保存食品来源以及流向的证明，以被卫生单位查核，并不得有不实的标示的宣称。边境恢复实施猪肉逐批检验，病逝状况再做调整。对各地卫生局一直稽查出进口猪肉疑似生产地个案，食药署宣布即日起恢复进口猪肉搭配查验，这也是开放美猪进口初期，为搭配查验放年会抽检了后，隔4年搁恢复100%的查验。进口猪肉产地引起疑虑，有部分民众感觉也是到市场买本地温体猪较安心。冷冻猪我比较不喜欢，我喜欢传统市场买的。我们养的哈比较扎实的，他们那个肉好了，卤起来很烂，会烂的。卖台湾温体猪的番仔为早起生理是无停过，业者讲受到进口猪生产地疑虑，这几天生理真正较好。那对比去年同期，过来毛猪的计数，迄当时每公斤平均大卖价是85块2角3，那今年10月初一大卖价已经来到96块1角9。记者综合报道。